爸爸的哥哥的老婆是阿姆，阿姆哦，阿嬷的哥哥是舅公，因为阿嬷是古公，古公，古公啊，嘿嘿，古公，古公，古公，妈妈的阿公是阿祖啦，阿祖啊阿祖嘿。老婆弟弟的老婆是我这个人生当中根本就无这个啦。啊，我有兄弟呢，啊无伊今年才要娶我知。地北湖啊，地湖，地湖啊，地地湖啊，湖啊，新妇啊，弟媳妇。哥哥的小孩统称我的我知啊，孙啊，对对我有，是是是我有12个孙啊。妈妈生了一个哥哥，6个姐姐，最后一个弟弟是八弟第八，就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维维。我是第八。每礼拜一甲拜三暗时8点，请大家楼顶坐楼骹，阿母坐阿爸，厝边坐隔壁。准时收看公司台语台，专家有智慧。若是时间袂拄好嘛，袂要紧哦。台语台 YouTube 嘛会使收看哦。